向请到早，欢迎收看今日12月27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来关心高雄市站发生重大啉烧酒赛车弄着人的车祸，造成当日过大路一口罩4个人妈妈当场死亡，老爸甲2个查某囝受伤。警方调查，这个赛车姓黄的车主掠物件，进前啉烧酒赛车已经互掠过2届。 涂骹几路公车长的动车分裂，规涂骹拢是碎玻璃，还有看到几路卡位，啉酒开车又搁害一个家庭破碎。日暗7点外，有一个伙仔4个人准备要去高雄爱河边的市集看灯光秀，过车路时阵，互啉酒开车的人弄到。我有看到，就是他们走斑马线走到那个，然后这个车子一下子飞过来了。被弄架飞起来37个姓范的女子，当场无喘过心跳，送去了救袂大死亡。伊45岁翁婿骨头所在骨头断去，16岁大查某囝倒骹骨断去，喙齿也闭断去，14岁细汉查某囝几落位刺伤，挡风玻璃也冒去。撞击到4名的路人，那经送医急救那1名被害者在20时许急救无效死亡。 那据我们调查这个黄姓的驾驶是在16点多在盐城的一个咖啡店他自己携带酒类在那边饮酒。一个姓黄的驾驶酒测达1.24毫克，依照公共危险罪当场逮捕。警方调查发现，这个姓黄的嫌犯进前就酒驾的记录，这边造成严重的伤亡。依照无确定故意杀人罪，酒驾肇事第4方向侦办。这个黄姓嫌犯在95年跟98年。 都有已经酒驾被取缔来移送法办的记录这一次在酒驾，而且酿成重大的交通事故，我们深表痛恶对这个嫌犯要严加以谴责。年底跨年活动真多，高雄警方强调酒驾零容忍，会针对辖区内容易出车祸加酒驾的热点加强违规处理，希望民众绝对唔通啉酒开车，以免造成意外。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受大陆冷气团的影响，早起合欢山嘛落雪啊！第14架线合欢山路段早起7点已经开放，车辆爱挂雪链才会当上山。这2天入冬上强的冷气团报道，加上水汽有到玉山合欢山拢落雪，真侪民众有冲去伫山顶看雪。昨昏武岭停车场拢是人阵甲车阵，嘛有警察做交通管制。 今日山顶的温度同款增加。上新的消息是，今日透早3点外，玉山先落雪，那5点外，合欢山嘛落雪。武岭附近的路段已经开放也毋过奥多拜、重型机车、大客车拢袂使入去。那自用的轿车，车辆是爱挂雪链才会使上山。 来关心天气，受大陆冷气团的影响，今日各地同款拢是各湿各寒。另外，气象局早起嘛有针对4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台中，敢若10度2。咱做伙来看温度。今日是这波冷空气上强的时阵，北台湾的感受上界明显。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大台北山区雨拢会较粗。 气象局早起有针对基隆、湘北、宜兰4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基隆等8个县市今仔日嘛有低温的特报。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台中，敢若10度2。明仔载冷气团就会减弱，雨嘛较点。拜2、拜3日是温度会回升，也毋过北部、东半部同款有地接雨。其他的所在明仔载是多云到好天。 来关心中央大学研究团队有发现讲，今年花莲伫发生3届地动进前，那亲像拢有出现地质的变化。未来敢有法度透过地质提早发现有地动要来啊？专家是表示，目前敢若是初步的成果，佫需要一寡时间来证明。 贵宾雄雄又搁真厉害，今年4月18，花莲发生规模6.2地动，无到3个月7月17甲14，个天摇地动。地动一直传出，中央大学研究团队将近30日来投入地质观测，分析地动数据，即马有重大突破。专家技术找到今年这3件地动发生进前的不正常信号。 东部的地势呢，它会有比西部有一些异常的讯号出来那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现，一步一步的把一些讯号把它分离出来，希望能够在地震前兆
让台湾能够拔得头筹。提出分析资料对比国内东西部3分量地区观测站，发现地动前15到20天东部观测站数据有大幅度的波动，这明显差别，这无正常信号是毋是就代表地动的征兆？专家保守回应，认为目前是初步成果，要个时间验证，也将海流太阳风这因素拢排除。从一个分析研究的技术，它从资料收集、分析、研究，一直到它真正能成为一项应用。尤其是防灾应用方面，其实还有蛮长的一段路要走。气象局这几年陆续协助团队换新机器，和政策灵敏度变更较悬。虽然地质差距明直接证明是地动造成，不过这摆研究成果也鼓励研究团队离有地地动更进一步。气象局乐观其成，不过也提醒，这摆只是研究开始，未来有更较侪未知数。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台北市每年元旦有3项新的制度要实施，包括台北火车头附近会划出禁止食薰的所在，违规上当是罚1万块。若上山机场也有3座焚化炉的所在，内湖、木沙甲北投，这个所在附近拢会列入去空气品质维护区，嘛鼓励大家伫这个所在爱加坐坐薰。另外，每年的元旦开始，骑奥多拜去坐坐薰，停伫坐薰站附近，奥多拜停车费会当减5块。来看联合报，警察随身查阅电脑 and police 有人面的相片会当比对，方便警察找人，嘛会使协助失智者找到厝内人。也毋过因为内底有身份证，也有个人的资料，冒发生有警察滥撒用，引起侵犯人权的疑虑。警政署即马已经把这个功能先关起来，等法制作业完毕了后，才可以开开，予警察来用。来关心自由时报，伫泰国甲缅甸的边界，去夜访24发生一桩屠杀，有30多个老人、妇人、甲囡仔被军方杀害，军方搁烧尸体。缅甸的军方是表示，因为伊这些人拢无愿意配合检查，也毋过联合国不满，要求缅甸的政府爱去调查。关心疫情，国内昨昏是新增加23例大病入境的案例，这嘛是今年上侪一届。而且内底有11个是咱派去哈萨克参加空手道比赛代表团。因为国外即马 Omicron 已经是真热了，这位官电视中表示，春节入境的检疫方案7天加7天已经是紧绷啊，所以袂阁放零。另外，上新的消息，彭博公布17月份全世界上新的防疫排名，咱台湾有进步9名，排伫全世界第26名。国内自当增加24例新冠肺炎确定病例，指挥中心表示，确诊者当中一例本土病例，也有23例境外移入，分别来自哈萨克、美国、喀麦隆甲南非。确诊者当中无增加死亡。爱注的是11个为哈萨克入境的确诊者，是最近出国比赛空手道运动代表团，总共22人，是伫12月24当台湾第一摆采检就发现11人确诊。我们后续会针对他们的这个病毒再进行第一基因定序。那它有这个相关的一些像防疫计程车的司机还有这个航班的接触者，目前也正在匡列当中。国训中心甲体育署也表示，代表团出国比赛进程伫11月11核酸检测全队拢阴性，11月13到杜拜参加世锦赛，再去到哈萨克一训，12月15参加亚锦赛，期间的核酸检测全队拢是阴性。不过12月24代表团回国，经过采检了后11人确诊。根据体育署了解，这摆参加比赛日本、香港、泰国等国家代表队也传出选手确诊。面对国际疫情依然真严重，而且病毒都Omicron 疫情打乱航班，未少回台旅客行程受影响。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春节方案维持7+7，是找出确诊者上有效的方式。若改做6+8，恐惊是袂使。过去的数字看到这第6天、第7天来检验的时候，事实上可以把大部分的病人都能够找得到。那有一些就会遗漏掉的，大部分CT值都非常的高，所以我们认为相对的安全。那至于如果要变成6+8呢，可能就是检验上面的一个效率，还是要到最后那个时间点来检验才不会把病人漏掉。但是中强调会徛在便民防疫方向替大家考虑，不过若无法度便民，就以防疫做优先。虽然即马讲重症率较低，不过伫国外也看到Omicron流行地区有医疗紧张的情形，对台湾来讲也是一个警讯。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7千万例，死亡人数有超过541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24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6915例。中国的病例超过10万例，日本超过173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是超过5300万例，印度超过3400万例，巴西超过22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1100万例，法国嘛超过913万例。来关心 Omicron 病毒变种病毒高团，而且即马拄到元旦假期，欧洲的疫情失去控制。英国、法国、瑞士、东港拢超过10万人确诊。未少国家，亲像是德国、西班牙，即马拢已经甲防疫规定搁缩严，也毋过有民众无愿意配合，行上街头抗议。伫耶诞部的工作人员当地引导民众入场。英国伦敦未少民众伫耶诞节选择来做疫苗，因为 Omicron 变种病毒入侵，疫情快速升温。英国新增加病例连续3天创下新高。过去24点钟，就超过12万人确诊。It's family time. It's time that you want to spend with your loved ones, and it's often times like that that we get to think through the real priorities. And the real priorities are that you want to protect yourself and you want to protect your loved ones. 伫德国耶诞节前，几落百人伫科隆大教堂外排真长的人阵，都是为着要伫教堂内做疫苗。Im Dom zu Köln, das ist ja was ganz Besonderes als Kölschmädchen, oder? 德国也烦恼伫耶诞节后会发生下一波疫情。德国政府要伫新年前采取防疫新规定。西班牙平安暝同款实施严格防疫的新措施，也引起几落千人行上街头抗议。法国确诊数也创下新高，过去24点钟确诊数突破10万，连续3天达到高峰。卫生当局已经伫24建议成年人完整注疫苗3个月后，各注一支加强剂。政府当地准备已经注疫苗的人发放健康通行证，不过敢若限有注追加剂的人才有。记者综合报道。因为 Omicron 变种病毒拖到真凶，全世界这几天已经有超过6000座航班互取消，也毋过有真侪旅客是硬要去度假，也是耶诞节要登去过节去团圆。美国的机场同款直通通。耶诞假期的礼拜六，全球空运交通因为新冠变种病毒 Omicron 大受影响。一寡航空公司因为机组员确诊，也是有接触数必须隔离，致使着人员无够，被迫伫今年上报营的时阵取消部分航班。根据世界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Well 统计，全球耶诞年假已经有超过6000个航班被迫取消，其中大部分是美国甲中国的航班。美国敢若25这天都900多班取消，26预定也有上千航班取消。不过一寡民众决心无要互疫情连续第2年阻挡团圆甲度假计划。旧金山国际机场、华府雷根机场这个重要转运站，也是有南来北往的旅客。虽然等待时间较久，现场也真挤，不过特殊大概上良好。It's a little stressful, but we made it. We're here. We had the first flight out this morning, so we thought we'd be okay. Worked out well. The kids wanted a place that has snow, so we picked Seattle. At this point, I think we are loving it. We like being able to travel after a long time as a family. Omicron 病毒即马是美国上主流的病毒株，差不多占新增加病例的3/4。东华地区达到9成，纽约市开始街路发送快筛试剂，检验站也出现排队的人阵。虽然目前医疗系统也会当运作，不过商业活动、运动比赛甲耶诞旅行计划拢受到影响。拜登政府伫确认即马的辉瑞、莫德纳疫苗加强下，会当有效抵抗 Omicron 引起的重症了后，已经宣布要伫年底取消顶个月对于北亚非洲南部上先发现新变种病毒的国家所实施的旅游限制。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为着配合防疫，将侪国家的公共场所即马拢要求爱看注射证明。瑞典即马就有公司利用微晶片甲预放射一寡注射资料，拢放伫内底。若即个微晶片会使放伫皮肤内，会使等于是放伫人体内，对民众拍照。
摕手机啊，我有设立晶片的所在，就能看到晶片是一个。手机啊，就能感应到晶片内面所储存的个人的资讯。这是瑞典新创公司 AppCenter 所推出的微型晶片技术，会当将疫苗护照等相关资讯放入去晶片，再个设立人体皮肤，当作身份的证明。And when I read my chip, I just swipe my phone on the chip, and then I unlock. And it opens up, this is a PDF, which is my COVID passport. For example, if I go to the movies or go to a shopping center, then people will be able to check my status, even if I don't have my phone. 瑞典的数位化程度领先其他国家，这种微晶片会当用任何根据你无线通讯 NFC 的设备来读资料，方便将出门唔免搁找疫苗护照或者是其他证件。因为设立的成本价无到$100，差不多大票3200。国家上民众想要试，目前已经有6000人将个人的资讯、注意表的护照放入去晶片，搁设立皮肤，会当用晶片开门、买车票。晶片有休眠的特性，唔免担心祸害去利用或者是被追踪。They don't have a battery. They cannot transmit a signal by themselves, so they're basically passive. They're asleep, right? They can never tell your location. They are only activated when you touch them with your smartphone. So this means that they cannot be used for tracking anyone's location. 其实，在2017年，美国的威斯康星州就一间科技公司替员工设立免费的微晶片，让因在公司内面会当开门，加杯公司内面的四小啊加饮料。怎么这项技术是愈来愈进步？未来可能会当让晶片有更加侪附加的功能，让生活更加方便。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辑。来关心诺贝尔和平奖的得奖人，南非的大主教图图26过身，才到90岁。国际领袖、宗教界拢有发表哀悼，悼念这个南非的良心。图图捌伫2007年来咱台湾访问，参访义工教会，甲林吉祥28受难者的家属拢有见面会谈。南非大主教图图是伫开普敦这间安养机构过身，伊的基金会讲，图图离开的时阵病情安详，无说明死亡原因。因过大家拢知影，伊自1997年诊断做前列腺癌接受治疗，2015年开始就几多遍出入病院。各国领袖英国女王加达赖喇嘛拢表示哀悼。He named wrong wherever he saw it, and by whomever it was committed. He challenged the systems that demeaned humanity. 今年10月7日，图图挂虽然坐轮椅参加教会活动，大家替伊过生日。5月时阵公开做新冠预防社，伊在生的时阵正幽默正敢讲，经历过种族隔离解禁，主持第一位黑人总统曼德拉就职。We are the rainbow people of God, and one man embodies this new spirit of reconciliation and unity. Welcome our brand new state president, out of the box, Nelson Mandela. 因过也对南非了伫咧解决无平等、暴力加腐败问题表现歹提出批评，唔捌承认曼德拉创立的执政党，也因为看袂到进步，不爱支持。I won't vote for them, and I say it with a very sore, very heavy heart. 图图1958年因为反对亲肤色人种学生无平等教学制度，离开学校，家己殉职。1980年拜会总理普塔，希望结束种族隔离政策，要也互政府没收伊的护照。1984年摕到诺贝尔和平奖。1986年正做第一位被任命的亲肤色开普敦主教，79岁退休。因过希望伫咧 LGBT 加气候变化等重要议题发表意见。面对强权，伊大胆敢讲，因过对百姓正自卑。而家民众最近唱歌跳舞庆祝，伊心情的种种，拢留伫咧民众的心中。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日本西北部受强烈寒流的影响，出现暴风雪，交通大受影响。今日嘛有一寡花莲基邦防取消。来关心以色列北部的保育区爆发严重的禽流感，超过2000只野生的鹤胃病死亡。来关心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地昨昏针对台海议题发表伊的看法，伊讲若是准讲台海发生战争，菲律宾会保持中立。
菲律宾和风台算长假真热力，上无有造成378个人死亡，几落百万人有路无厝。咱台湾顶一日有捐50万美金去救灾，即阵阁有送物资过去，菲律宾的空军嘛有刊文章向咱说道谢。菲律宾空军耶诞节伫面册大文欢迎载运防灾救援物资的台湾C 130无人机到小埔机场，各大风电视飞行员甲国际卫兵。之前台湾宣布捐50万美金，进载了后，空军阁派出2架次C 130运输机，载数千公斤物资为屏东出发跨海人道支援，协助菲国灾民引渡过难关。这次载运的物资与菲律宾灾民当前最需要的口粮、饼干、泡面、瓶装饮用水与罐头为主，期盼在菲律宾最困难的时刻，提供我国政府与人民最及时的关怀，让菲律宾灾区人民仍然能度过一个温暖的圣诞节。外交部表示，会随时评估继续提供各项援助的必要性，对台湾援助菲律宾驻台代表也一直表示感谢。菲律宾伫12月10日受超级风台雷伊严重侵袭，根据上新的统计，造成378人死亡，742人受伤，有60人失踪，395万人受灾。基础建设甲农业损失超过4亿美金，尤其冲影性地西亚高岛，更是受创真严重。当时我们的感觉就是像经历了一场战争，就是我们的岛被轰炸过一遍。因为所有的房屋树全是倒的，然后那时候刚刚好日出，就是那个黄色、红色的那个光照过来，那个真的是就是可能这一辈子这个场景就已经刻在脑子里面了。伫当地经营餐厅的主人是想起风灾的时阵，也个心惊惊，以前游别风景区一年的肉都破糊糊，机场厝拢被摧毁。这场风灾救援行动要继续，不止台湾、中国、韩国、欧盟、美国，甲即马关注金额甲物资，差不多是新台币2亿。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一只新加坡籍的货船，那亲像是因为风伤透，驶入去大中港的时，弄到码头，加载无人安全。一只载满货柜的货船，当准备靠岸，无想到直接弄到码头。Oh my god！ 翕相的人大声喊，规个意外发生伫2日早起7点33分，一只新加坡籍德尚日光货柜船，载584个货柜，当准备停伫台中港10号码头，无想到意外去弄到8A码头尾，造成码头10公尺受损，好在无人伤亡，船嘛无漏油的情形。新加坡籍的德翔日光货柜轮原本要安排进靠本港的10号码头，在今天早上7点33分的时候，不慎碰撞8A 码头的尾段，造成码头面有10公尺左右的受损，还有一座烹店、一个细缆桩的损坏。军国气象局观测资料，早起7点36分，台中港近海平均风力5级，阵风8级。航港局是讲海上风力会达到9级，也有可能受到强风的影响造成意外，会甲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展开海事调查。这个船目前我们已经用拖船把它拖就靠到11号码头，后续海事责任等到航港局来调查当中。台中港务分公司是讲，德翔日光货柜船原定后一站去香港，已经请船主赶紧填好赔偿责任切结书、甲损害调查表，并提供损害赔偿担保，完成停驶进程，限制这只船出港。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台铁新的城际列车 EMU3000，伫昨昏发出头班车。这款新型的列车座位是平普悠玛，佮德鲁固也佮较济，会先开始行东部干线，提升载客量。台铁新城际列车 EMU3000 12月2日首航，白色车身，铺设的椅仔每排4个位，也有上部车厢天文座舱，每排3个椅仔。有旅客真肥，车顶的空间有搁较宽，也较袂摇来撼去。比较平稳，比较安静。比较平稳，比较安静。跟普悠玛跟泰鲁格比起来呢？不会那么晃。空间比普悠玛更宽敞、更舒适，更人性化。安全配备甲改善操控流程，也是这台列车的特色。它有一个按钮在我们的这个车头，这个按下去，第一个。它是一个3合1，就是刹车、鸣底跟降弓。就过去这个是分3个动作哈，像一个按钮就可以让这个马上刹车，这是提升了整个列车的一个安全。
虽然申请强化安全设施，不过进前东部干线3日内连续发生普悠玛甲太鲁阁府重大意外事故。参加首项技术行政长苏贞昌特别指示，代替达到行车运转零事故的目标。我更期待的是，陆局长能够加快对我们整个在行车的安全和各个方面都能够更大的投入。EMU3000每日有10个车厢，538位比普悠玛370个位甲泰鲁阁376个位较济。初期每天南北对开3个班次，总共6个班次。春节进前会增加到5日列车，东部运量会增加13%。2024年50日全部交车了后，花东线运量预估会增加到40%，希望改善东部民众回乡买无票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各项物价拢在起，台南真侪点心摊，有名的点心嘛拢要起价，国华街卖土鱼羹，抑个蚵仔煎的店头拢宣布讲要起10块。根据台南市政府调查，对元旦开始，这台南好食的点心平均卖起5块至20块。台南有名国华街美食商圈，中昼食饭时间，店家是不用试，不管是外地游客也是在地民众，碗粿配鱼羹，人家的美食好食个半足，啊，不过店家打出告示，有个伫12月31要起价。尤其是那个虾子啊、肉啦，什么拢起啦，米也起啦。安尼哦。尤其抓起啊，起上浓。共一条街啊，卖土鱼羹的店家也挡袂掉原物料甲调味料起价，无法度维持50块的介绍，为明年1月1开始起10块。7、8年了，本来是不想涨啊，不然说原物料现在涨得太厉害了啦，不涨我们吸收不了。边蚵仔煎也是提早几工，伫12月23开始，每一份起10块，俗价小食拢咧起价。台南市府跨局处联合稽查部计，其中17间有名小食将近一半，13间平均起5到10块，14间维持原来价销，餐厅部分也超过70%已经起价，或者是明年元旦要起价。价格没有那么亲民，没有符合台南感觉，用少少钱就可以吃到很多好吃的小吃的感觉。到一个限度往上之后，就可能不太会常来吃餐。业者普遍反映是原物料价少起价，进口食材因为运费起价，加消费需求升悬，致使进货商调整价销，也有因应明年工资调整。不过虽然起是在所难免，大部分民众仍体谅业者的处境。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来看，云林大小姐有一间幼稚园甲派出所合作，带细汉囡仔去派出所参观，唔但互囡仔了解警察制度，警方嘛趁机会替细汉囡仔了解宣导交通安全，也有守法的观念。细汉囡仔咧骑缩小版的奥多拜，真尔高水。详细甲看，伊骑的竟然是警察局的奥多拜。另外一边，阁有全副武装的小小警察。这是云林的大溪派出所，和乡内幼儿园合作，和一寡囡仔做回来派出所参访。因为我们的主题活动就是在走帽子，所以我们跟孩子延伸到就是警察为什么会戴帽子，所以他们想要来询问警察，说帽子有哪一些，然后戴帽子的功能在哪里。幼儿园的老师带学生囡仔来到派出所，除了学习帽仔的种类，还阁有了解到警察的装备和工课，而且警方也透过导读等等的方式来向囡仔宣导交通安全和守法观念，让他们了解警察的勤务器械，还有一些装备的穿着，然后最主要的是建立从小有这个守法，然后守交通安全规则的观念。好啊，晚上发亮的，我只拿到1根笔而已。看这寡囡仔，大家算甲喙笑目笑，唔但是增加因对警察的亲切感，嘛慢慢啊对这个职业产生兴趣。记者综合报道。伫都市内的囡仔资源拢较侪，也毋过一寡庄脚所在囡仔想要爱脚踏车，也是买一项新的运动鞋，拢有困难。有民间团体就安排学生囡仔家己做手工艺，用交换礼物的方式来达成家己的愿望。规定学生囡仔咧做飞仔盘，毋是咧上美术课，是为着要用工艺品来交换因的愿望礼物。有人想要换文具、册牌啊，
也有人想要爱超市的礼券，希望替厝里减少生活负担。对学生达成愿望，换到一只册刀啊，真感恩也真欢喜。谢谢叔叔跟阿姨们送我，普通日常都会用到的东西。我很开心可以拿到一个书桌。我是得到了水壶，因为我平常爱运动，我的水壶容量很小，所以我就许下这个愿望。伫庄卡所在资源相对较欠缺，有民间团体举办公益活动，安排专家甲国小的学生做工艺品，伫山顶义卖来交换因愿望当中的礼物。其实最初的缘起是希望说，透过一个许愿，跟他们自己做作品去做一个礼物的交换。最主要我们是希望帮助到我们南投县偏乡的孩子们。这个计划，让学生囡仔家己亲手做工艺品，交换礼物，唔但是提供帮赞，也让因了解无白白摕到的礼物。民间团体也希望这个活动有愈侪善心人士相挺，斗阵做公益，让社会更加温暖。记者综合报道。台大医生嘛是斯卡罗七主题写咖喱花的作家陈耀昌，最近是捐出1500本历史册，予学校，希望予囡仔会当更加了解台湾史。由台湾血脉权威医师陈耀昌所写的《咖喱花》改编做戏剧《斯卡罗》，今年播出了后，受到众人的欢迎。拄接受台南市颁发卓越优秀市民的陈耀昌，陈耀阁捐出家己所写的册，拢总1500本，要捐予市内学校，帮通刺激愈侪学生主动来了解台湾的历史。4本啊，算做我感觉上好的代表作吼。所以呢，就变做讲吼，咱的对国校吼，到中小学、到大学。这个图书馆甲各地的图书馆拢会当有吼，希望讲咱台湾人会当接受这个吼，这个教科书以外吼，会当无写到的接触较详细的台湾史吼，进入咱这个台湾史馆吼。陈耀昌讲，伊自17岁就离开台南去台北读册，毕业了后也一直留伫咧台北。即马有岁啊，感觉过去的历史对家己的影响真深，所以决心要研究台湾史，而且佮甲写作小说，希望甲过去无人写到的历史佮报道回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哈，因为最近当然很有改善了，可是总是不能把这一些故事写得很清楚。我觉得这些故事是很动人，而且呢，说身为台湾人呢，我们的祖先有这样的一个关农的传统，我们应该去了解，应该去注重，应该去记忆下来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今天呢，我们觉得这个举动呢非常的有意义，希望能够推广这样的一个台湾的历史教育。台南市教育局表示，陈耀昌的小说场景自荷兰、缅甸、清国一路写到日本时代，包括台湾岛湾族群活400年的变化。相信学生透过这历史事件反省，会当对台湾有更加深的认捌甲尊重，体会到文学甲历史的重要。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埔里12年才举办一届的基安成就法会，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啊！最近有通过审议，红地做南投县无形的文化资产。南投县埔里镇每12年办一摆基安成就法会，有100年历史。法会期间不止全镇食素，阁建议外地人也同款，都能交400块的人口钱，民众也愿意配合。因讲是当地宗教盛会，它是每12年举办一次的那个祭典。其实，在以证明来讲，他们也常常都会笑称说，他这一辈子经历过几次的建教。埔里镇争取基安成就法会列入县级民俗类无形文化资产。南投县文化局去年请文资审评委员一地查访针对历史文化，在地庙市筹办奖访甲民众参加程度得到通过。举行了全县的文化资产审议委员会，那也是在会中充分讨论，几乎是全数的委员就一致也认同这样的文化资产，所以呢就顺利的通过。那我们现在目前正报文化资产局来核备。地方文书工作者认为，将法会登录做无形文化资产了后，县府也有真长的路要行，将地方文化推广到全国甚至国际，让更多人知影。我们也希望说可以多做一些推广，民众除了知道说他有这样的身份之外，是不是有更多的活动，或者是说一些讲座，甚至邀请专家学者来跟我们分析说为什么它被列为无形文化资产。埔里基安成就法会是自小组年纪德山社寮指南宫照金食丁酒甲民间享受天宫先天上帝香祭了后第5个县级无形资产。记者综合报道。
受疫情影响，这2年拢无法度出国，咱国内旅游就变正兴。屏东县为着要互旅客会当更加了解客家文化，专工训练客家庄的文化导览员，互相了解地方的在地人来带游客，了解每一个庄头、每一卡道的故事，人物深度的客家文化。有没有什么时候建立的？哦，对。对港解员的脚步，行入屏东六堆的客家庄，感受古厝老家的水。这几档国内旅游的比例增加，人物各种族群文化意识嘛愈来愈强。有的民众的旅游行程未安排伤侪景点，会经一2个啊所在深入旅游。屏东县大这个时势，开全国客庄文化观光解说员的认证课程，希望由在地人向游客说因的地方故事，要让大家在里面发生情感，所有的他的故事就是要由我们的文化观光导览员来形塑。去年我们开始有了嘉东的这据点之后呢，继续在今年再甄选了3个据点，一个就是高树的，还有我们的竹田还有我们的新皮，这3个地方因为的迁徙关系，人文脉络也不大一样。目前屏东有4个乡镇有文化导览员，这挂导览员拢是经过56点钟的课程。参加认证考试通过了后，才会当出来带游客游览。不少成员本身有家己的头路，不过因为介意客家文化，拨工来进修，希望利用因有闲的时间，学到更较侪客家故事了后，出来讲给游客听，让更较侪人了解客家庄的风情。但未来我们走向就是要永续经营，结合旅行社还有观光单位。共同让屏东县的客庄被看到，让大家能跟着带路人欣赏到不一样的一个知识，能吸取更不一样的土地养分。除了客家庄的文化导览员，这阵屏东县府嘛按算甲旅行社、民俗等合作，推出更较完整的旅游行程，互来佚佗游客唔来当看到客家文化，连这大盘手拢安排甲舒适，拍出台湾客家庄的品牌。记者综合报道：1968年，美军伫云林水南乡有做7档的人工牛奶研究计划，嘛有伫当地起一间当地人合作培养的营养站。纪录片的导演李建成用5档的时间找找资料，拍纪录片，希望会当互更较侪人认捌这段过去。营养工作站真正的工作人员，怎么个转来因进前做事的所在？虽然怎么才已经变做小学的图书馆。云林县水林乡2号岸伫咧水站哪个小放这出甲这个工作站有关的纪录片。伊就拍这纪录片，导演咱甲阮结连起来，阮的友情吼，是讲回忆拢搁倒转来，大家足欢喜的。这搭是真贫穷的乡村嘛，对吧？以前拢嘛是迄囡仔凊彩生咧，嘛徛咧迄产妇嘛爬起来裤仔底咧洗衫咧，照讲迄是影响足严重咧。这出纪录片是伫咧讲1968年，美国提供牛奶粉和偏乡有心的云林人甲囡仔研究健康变坏往事。导演用5年的时间拍这部纪录片。若是在迄当阵伫遮做工课人，甚至走去美国找资料，伊讲希望纪录片会当互大家去关心，咱这个土地一寡慢慢伫咧消失的历史。是利用这边李建成导演这片再会啦白宫，互老师看，互囡仔看，因对这地方的历史吼较有了解。我感觉社区咱庄卡这个所在也有这件代志吼，每一件代志嘛是拢同款，有人开始去关心这件代志，会慢慢有一个发酵会出来。利用这个纪录片这个因素吼，互咱的乡亲过来看50年前咱水南是做啥物款吼，豆咱来找回咱水南的文化资讯吼。再会啦，北疆这出纪录片，嘛有得到真侪国外纪录片奖项的肯定。导演讲，怎么这个拿伫一寡活动的时阵，有机会帮这部纪录片，也过也继续拼资源，和这出伫台湾无记录，也过真实发生过故事，有机会伫咧电影院放。记者综合报道。那伫2001年，咱台湾是成立头一支女子棒球队木棉花，甲打已经20档啊。台湾女子棒球运动推广协会嘛有拍纪录片，记录木棉花这支球队也有女子棒球发展的故事。女性拍棒球，即阵已经成做史上的画面。不过30年前，女性敢若会当伫电视机头前看人比赛。2001年，台湾头一个女子棒球队木棉花成立，
开启女子棒球发展的路。即阵也透过纪录片讲出女子棒球的故事。就是我们通常是在讲一个人物的故事，但是这部片子它完全不一样的是，我们是在讲一个事件的故事。所以你在片中可以看到很多，比如说像女孩子，她从来一开始她是不知道自己可以打棒球，到她终于可以打棒球，然后甚至有了梦想这件事情。爆米花球队成立了后，台湾北中南开始串联办比赛，互介意棒球的女性有拍球的机会。台湾拢还袂有女子的比赛，咱会使家己来办。第一位台北的迄个先锋就开始，讲我们来做一个比赛，台北办了，高雄讲无阮也来办，台中阮也来办，后来的比赛就有较愈来愈多。台湾女子棒球运动推广协会表示，这20年来，女子棒球行过奇时之期，即阵自信快乐运动，未来会继续推广，和女子棒球开枝散叶。记者杨淑静、曾派文台北报道。那伫耶诞假期，美国职业篮球 NBA 冇安排5场耶诞大战，其中洛杉矶湖人队的球星 LeBron James 摕到全队上关39分，把可以赢过传奇球星 Kobe Bryant 摕到耶诞大战得分的冠军王。咱来看顶礼拜体育新闻整理报道。接到队友的传球，轻轻松松将球放入去篮内面摕2分。美国 NBA 洛杉矶湖人的詹姆斯以个人第16遍伫圣诞节出赛，这场对篮网，詹姆斯摕39分，可以超过传奇球星布莱恩，以405分排伫圣诞大战得分王。验过正可惜，湖人伫最后的反攻无够力，上尾啊115比122输球，5连败。Well, I'm not a very patient person, obviously, but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bviously, without our head coach, excuse me, without our head coach, and tonight we finally got a couple of our key guys back, but we're still missing a few. You just try to stay, even keel, and obviously, this losing streak is not something that none of us want. 今年总共有5场圣诞大战，其中勇士对太阳，那是联名战绩前2名的对决。勇士的科瑞也被摆脱圣诞大战首2个摆名，结果科瑞得到全场上关的33分，带勇士打败太阳，重新坐起了联名的领头。同款伫圣诞节继续开战的也有英超脚球联赛，不过伫最近英国已经大爆发，单日确诊一直创新高。英超也真侪队职员确诊，好像这场比赛拢被迫延期，包括兵工厂拜利加狼队、一个利兹联队甲阿斯顿维拉的比赛拢宣布延期。阿斯顿维拉的主将杰拉德检测也是阳性，被迫隔离。敢若是12月英超就15场比赛延期。因若明年2月要进行的北京冬奥，已经有真侪国家宣布要延外交抵制。而是日本也讲未派政府官员参加，只敢若奥运相关人员会去，选手也会去参加比赛。我が国としては国際社会における普遍的価値である自由、基本的人権の尊重、法の支配が中国においても保障されることが重要であると考えており、こうした我が国の立場についてはさまざまなレベルで中国側に直接働きかけ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纽西兰、澳洲等国家，拢以中国侵犯人权为理由，未派政府官员参加北京冬奥进行外交抵制。不过，2024年巴黎奥运的主办国家法国已经讲未外交抵制。公司新闻陈伟林、张建光编辑。来关心巴西的散车区这个所在，长期受恶毒控制、毒品犯罪问题了了。不过，住伫遮的人，嘛有人拍拼想要改变命运。里约热内卢有一块地，即马改种菜，或者附近散车区几若百户的人家生活拢有大改变。阁有爱心人士来教细汉囡仔讲高尔夫，希望会当培养出职业选手，改变命运。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上地之城贫民区，囡仔听教练的指令伫咧练习。54岁天空军人莫德斯托做了几落10年的金牌干地，这份正当的职业，可以会当脱离黑帮的掌控。怎么希望用高尔夫球运动改变贫民区囡仔的未来？虽然所在无大，草坡顶头也无空，在一个水塘伫咧练习瞄准，不过也吸引几落百个囡仔，希望有机会改变家己的人生。E tudo que eu estou fazendo hoje, né? Se a gente sair tirar campeão, nós
E mesmo não tirar o exemplo eles vão ter, né? Evento de vida, de cidadania. 大部分的巴西人拢认为高尔夫球是精英阶级有钱白人的运动。全国高尔夫球人口无够2万。2016年为了里约奥运特别起的高尔夫球场，比赛了后就踩伫遐起网啊！伫咧一项改善贫民窟的计划赞助下，莫德斯托有机会带几个天分较好的囡仔实际上场练习，希望会当扩大到其他贫民窟。Vai representar muita felicidade para mim, por estar aqui, mas estou um pouco dificultado nesse campo. E no primeiro dia que eu cheguei aqui, eu nem consegui acreditar que eu estava aqui. 里约热内卢另外一个贫民窟曼金霍斯，伫咧溪边这个1公里长的荒地，本来逐工拢有2-3千个食毒品的人伫咧遮食毒。因过变市政府立法项目进行改变，食毒的所在变作拉丁美洲上大的城市菜园之一，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农作物也饲活好近800个家庭，有石头做，也可当卖菜赚钱。Estou plantando, eu estou pensando. E daqui mais uns dias eu estou colhendo aquilo ali e levando para minha casa para mim comer. Isso é a maior alegria da minha vida. Eu sei que eu estou plantando para colher amanhã. 居民真用心伫咧照顾，日头花、青番姜加头毛豆拢生甲真水，尤其新鲜的品质真受社区的喜喜。绿化改造，互社区本来食毒的样貌完全改变，互居民看到和平加幸福。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拍竹仔台是真侪人做囡仔的佚佗物仔，嘛是真侪人细汉时的记忆。时代的改变，这款有150年历史的游戏已经豆豆失落。若是有嘛变做手机啊 APP 的游戏。啊，那个罗水博斯区有一间竹仔台博物馆，内底有40多台，带乡亲咱做伙来去看卖。俄国首都莫斯科的竹仔台博物馆内底，馆长亚历山大·卡兹明咧示范演讲是世界上上困难以电影应用魔界为主题竹仔台游戏。这个机台1993年出来，已经有18年的历史。Это, наверное, самый сложный аппарат за всю историю пейнтбол-строения. Он, во-первых, широкий, у него куча правил, ну, то есть это аппарат для профи. 卡兹明2018年成立竹仔台博物馆，如今馆内已经收藏超过40部各种无同款主题的竹仔台。竹仔台上早是伫西元1871年由美国游戏设计家雷德格雷夫发明，到即马已经150年的历史。伫每一个年代拢有无同款特色的机台，游戏设计也愈来愈复杂甲困难。看光影影的竹仔伫机仔台内底来回震动，配合大量的声光效果，就算手游时代来临，也是有各种竹仔台游戏 App 也显示竹仔台游戏的特殊魅力。Есть люди, которые регулярно приходят, у них абонемент. Некоторые приезжают, вот у нас был случай из разных городов, чтобы поиграть вместе, сравнить результат. 这俄国特色的机仔台也真做卡做名的收藏。而且竹仔台维护工作，佫是一个专业的学问。Смазоч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нужно деликатное отношение к резинкам, к лампочкам, ну ко всему. В России нет этой школы правильной починки аппаратов. 全球各地拢有竹仔台博物馆，美国境内就有10间以上。叫城拉斯维加斯佫有竹仔台名人堂博物馆，带现代人登去迄个无手机的年代。一个充满特色的竹仔台，也象征世界潮流演进甲变化上好的见证者。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辑。再咱来泰国小皮皮岛度假胜地马雅湾，因为长期拢有侪游客，生态资源是用甲大地。2018年热天时，因决定甲关起来，要互环境休困修复。了后，因为出现疫情封锁，即马海洋生态真是自我修复，佮变作美丽天堂。明年元旦要重新开放啊！也毋过即届有学着驾驶，有限制人数，避免度假胜地佮遭争气。泰国小皮皮岛和几落粒山头围起来野马湾，风景真水。2000年因为里奥纳多·迪卡皮奥主演的电影《海沙波》伫世界出名，每每工来游客就5-6千人，一年200万。或者250公尺长，本来正安静的白色的海沙波，变做袂出敢若菜市啊！水上活动造成要讲6成的珊瑚礁被破坏。当局自2018年6月决定要关闭修复环境。
尾也个拄到疫情，来遮游客数目是0。不过这2年海洋生态恢复正多。ครีบดำที่เข้ามาหน้าอามาญาก็รู้สึกว่ามันจะเพิ่มขึ้นเพราะว่ามันไม่มีเสียงแล้วมันไม่มี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อยู่ไม่มีเสียงเรือไม่มีเสียงอะไรมันก็เข้ามา科学家参考水下800公尺深，甲人工市的点斑纹特山送登去大自然。海洋生物学家伫这段期间，重新所种的旋螺的碎片有超过4成拢滑落来。对环境噪音正敏感的沙鱼也开始探后一代，水海环境愈来愈好。即马疫苗注射率普及，已经得到控制。泰国慢慢放定观光，本国游客已经会当登去岛屿。马亚湾明年1月也重新开放外国旅客，不过这边是用更加永续的方式，行关键政治加环境教育的路线。We would like to make sure that everyone has been educated, so that's why we come up with the Marine Discovery Center, where we show like the tourists like what is the impact, what is the biodiversity. 马亚湾重新开放了，船袂使直接停伫个海山坡。只停伫个指定的码头，观光团一边上坐300人，限时1点钟。若是甲船停泊伫个珊瑚礁，或者是游客随便饲海洋生物，拢会被罚。当局讲要摆脱过去俗价游人客想要趁钱的模式，要尽一切力量，永久维护这片好不容易才个恢复的天堂美景。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辑。天气报你知，今仔日是这波冷空气上强的时阵，各地天气是愈湿愈寒。若早起玉山甲合欢山拢落雪啊！气象局有针对嘉南、双北、宜兰4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明仔载冷气团才会减弱，雨霾较点，日时的时温度就会回升。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2度，上悬1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13度，上悬18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2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是13度，上悬21度。外岛的温度上低是8度，上悬17度。做伙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香竹，祝新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